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CFD 求生指南，我係你嘅節目主持期貨情人榮仔。呢個系列主要係關於 CFD 券商同埋 MT5 使用方法，用 trader 身份、用家角度分享 CFD 操作技巧，令大家可以盡量避免陷阱。記得 subscribe、like， 入咗坑嘅你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上集講述咗我點樣接觸 CFD， 點解我用 Vantage。CFD 同傳統券商有乜嘢唔同？點樣 check 保證金同埋按金？未睇嘅記得翻去睇翻。今集主要敘述開 Vantage 戶口嘅重點。第一，用我條 link 開，連結放咗喺下面。網頁有唔同語言，填妥基本資料。用我條 link 開戶就唔需要再輸入推廣碼。第二，提供真實資料，做好 KYC 驗證，方便出入金。第三，開設 MT5 帳號，選擇帳戶管理、開戶、真實戶口，選擇交易平台 MT5，帳戶類型做外匯黃金指數就選擇 Standard， 如果專做 Crypto 就選擇 Perpetual。個人經驗點差比較細，千祈唔好搞錯，跟住選好貨幣。呢度有個小提示 ，Vantage 平台可以擁有多個 MT5 帳號，根據自己選擇投機嘅資產，可以開多個 Standard 同埋 Perpetual 帳戶。帳戶金額可以自行內部轉帳，記得選定一種貨幣，例如美金，就只能夠做美金嘅內部轉帳。選擇好之後撳提交，就會收到交易平台 MT5 登入嘅 email。咁 MT5 係攞嚟做乜嘢？就係撳掣交易啦。That was easy. MT5 有電腦版同手機版 ，iOS、Android 都有 mobile app。我強烈建議用手機版，超方便。無論掛單、落單、推盤，只需要喺電話界面撳住條線推下就得，好似打機咁。My mom says I have to be in bed at 9:30. Then let's move out. 仲記得細個約埋班 friend 一齊打機嘛？依家同我啲戰友都係呢種感覺。打開 MT5 個 app，iOS 同 Android 個版面可能有少少唔同，但大同小異，都係需要喺管理帳號、添加帳號、search Vantage International Group， 對翻 email 嘅資料，揀啱伺服器，輸入帳戶密碼。密碼唔好 copy and paste， 密碼係可以喺 Vantage 網頁度更改嘅，用手動輸入。個人經驗 copy and paste 經常都登入唔到。It may push some buttons。見到個人名稱相符，即係代表登入成功啦。Remind 翻今集幾個重點，記得用我條 link 開戶，連結放咗喺下面。開戶時輸入正確資料，選好貨幣。Vantage 我建議用網頁版出入金同開交易戶口。MT5 強烈推薦用手機 app 多過電腦版，我哋好少帶電腦出街。下一集我會分享入金要留意啲乜嘢，同埋 MT5 落單方法，逐步深入探討。記得用我條 link 開戶，有咩唔明留言或私信我哋下集見。